平山業主帶你睇平山。Hello，我係 Eric。今日咧又嚟到咗平山中心公園啊。咁見到後邊有個牌坊啦，寫住中心公園嘅 logo 啦。咁今日點解又會過翻嚟呢一度咧？咁今日唔係影個中心公園俾大家睇嘅，因為其實喺我第一次出現喺 Daniel 嘅頻道裏邊咧，其實我已經有介紹過呢個中心公園㗎啦。咁今日過到嚟呢邊咧，係想講一講中心公園嘅其中一塊大草坪咧，就有個調整。咁咧就呢度咧，可能之後係會起一個大型嘅商業體。咁呢個商業體咧喺早期呢一段時間咧，其實都網上大家熱議啦，都講到沸沸揚揚咧，就大家都講到似層層，應該係99%都係應該平山嘅萬象系商場㗎啦。咁呢個位置喺邊度咧？就係呢前面呢一度一個草坪啦。咁呢個位置咧，其實都非常之好啊！地理位置嚟講，點解咁講咧？首先佢係平山14號線地鐵站平山廣場站嘅一個出口位置。佢呢度有中心公園啦，呢度係個湖嚟嘅。咁遠處咧見到有少少建築物體咧，就係平山版嘅市民中心啦，有大劇院啦、美術館啦、展覽館啦、圖書館等等嘅。咁遠處咧就係啲商業嗰啲住宅啦、住宅小區啦、住宅群啊。然之後咧，再轉個鏡頭過嚟呢邊咧，就見到斜對面咧，其實呢度亦都有個正奇未來城池，亦都係一啲寫字樓啦、酒店嘅群啦、公寓群體樓啦。咁所以喺呢個咁中心嘅位置咧，其實呢一塊地咧係好特別嘅。時間咧，今年10月份咧，其實咧呢一塊地咧，以前咧由政府個規劃嚟講咧，佢本身係一塊醫療用地。10月份嘅時候，政府咧係將呢一塊地嘅性質咧改咗嘅，佢就改成咗商業用地。一改咗呢個商業用地之後咧，突然間市場上咧就開始好多消息咧，就喺度傳話呢塊地咧就應該會起一個華潤嘅萬象城喎，或者平山版嘅華潤萬象城喎。我哋而家鏡頭見到咧就係嗰塊大草坪啊，其實已經好快咧就將佢唔夠1個月嘅時間咧就將佢剷平晒啦，就速度係好快嘅。呢個工地而家都見到已經頭先咧都見到有好多啲泥頭車咧出入，就將嗰啲泥運出去嘅。以前咧其實平山萬象咧都有個聲音，就係話咧會喺平山中心區咧起個萬象城之類嘅商業體出嚟嘅。個位置咧之前討論嘅喺邊度咧？就正喺呢條平山廣場、平山大道嘅馬路出對面，就係呢邊咧。其實就當其時話係嗰度會起個萬象城嘅，但係咧從我買樓嗰陣時，我買華潤嗰個樓喺平山嘅時候咧，都有講過啦，但係一直都冇起到出嚟。咁後邊咧，其實經我去了解啦，原來係一直都拆遷唔到啊，即係傾唔掂。直到頭先講嘅10月份咧，就改咗呢個商業地。但係就我自己喺度諗，係咪真係萬象即係華潤會嚟呢度搞個萬象城，或者係啲咩商業咧？我嗰陣時咧都仲係喺度，即係有自己一個思考嘅。當然我自己思考之餘，都上網去揾下資料又好，或者跟住最後咧，我決定係揾我一位喺華潤裏邊做嘢嘅同學。卒之喺早1-2個禮拜前咧，就得到佢嘅回覆咧，就同我講話確實係華潤咧係有同平山嘅政府咧係有傾緊呢一件事嘅。但係咧就冇話實際真係話宣佈係華潤嚟去操刀搞一個商業體。但係佢話傾緊嘅呢個項目咧，呢塊地咧其實會做一個咩項目？就係 PPP 項目。咩為之 PPP 項目咧？ PPP 項目咧其實個英文全稱咧就係指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係指政府咧同社會資本喺一啲公共基礎設施
嘅服務基礎上咧，建立嘅一種長期合作模式。咁啊，簡而言之咧，其實係應用翻今日講嘅呢一塊地嗰個項目咧，就係政府攞地，然之後咧就可能係叫某個品牌嘅公司咧去做操刀去運營，係啦，或者係代建。咁講翻就話，我個朋友就話華潤咧確實係有去傾呢件事嘅，好落到地係因為未正式傾掂啦，因為啱啱先開始呢件事。咁但係好大概率就會，我覺得都有機會發生。呢個消息咧都發布咗一段時間啦，亦都我未親身過嚟睇嘅。咁今日啫就真真正正咁樣行過嚟睇一睇呢個情況。咁依家咧都見得到，真係有好多勾機啦，嗰啲泥頭車咧真係喺度動緊工嘅，喐緊嘅，係啦，見到啊，嗰度都係整緊嗰啲。今日都幾大風啊嘛，所以吹到啲黃泥都沙塵滾滾啊。咁啊，同埋頭先講到就係呢個商業體，其實呢塊地究竟有幾大咧？政府公布嘅時候，其實呢塊地咧要起一個商業體嘅話咧，預計都係會起一個大概10.05萬平方，即係當10萬方嘅一個商業體啦。呢一個10萬方係介乎於前海萬象啊，或者南山萬象天地之間嘅。咁咧呢個商業體10萬方嘅定位咧，其實就介乎於平民級之上，但係咧又未去到話萬象天地嗰種潮流輕車嘅嗰種級別，但係屬於一種中高端以上，係啦，屬於中高端以上嘅消費。咁你話喺坪山呢個地方起一個中高端嘅消費合唔合理咧？咁啊，最早期好多人其實都話坪山終於起萬象城啦，但係我覺得咧喺坪山起一個萬象城咧，應該又有啲難度，因為始終佢又要有咁大片地啦，同埋首先嗰個消費力確實都係要再提高更高先至可以符合得到佢嘅等級。咁但係你話萬象匯又算係比較平民級，即係可以滿足到好多日常居民需要嘅生活嘅配套嘅呢種級別。但係正正就係呢一個地方咧，其實大家會留意一下就係嚟緊咧，其實27、28年咧係會有個比亞迪嘅全球研發中心，嗰度依家都係如火如荼咁樣喺度趕緊工、動緊工。每次咧，其實我去其他樓盤路過嗰一頭咧，我都會見到嗰度係有新嘅變化。而當呢個比亞迪嘅全球研發中心起好咗之後咧，其實係會有大概6萬人嘅一個高端嘅一啲人才咧，就會進駐到呢一邊。咁變咗呢一班其實都係一啲高消費嘅，即係高收入，亦都可以高消費嘅人口。所以咧，坪山喺呢個時候點解要動工搞得咁快咧？就係我相信佢亦都好想搶佔呢一波先機，就搶到呢班人才。到時候當呢度起好咗一個商業體嘅時候，咁啊好多到時候嚟到嗰啲進駐喺比亞迪嘅人咧，就會過到呢邊消費。因為其實呢個地方過去比亞迪嗰邊，去到坪山高鐵站嗰邊咧，大概2公里到3公里，即係最遠唔會過3公里，係非常之近一個距離。而且嗰邊咧係有坪山高鐵站，係仲有地鐵係可以直達過到嚟呢邊，由16號線轉翻嚟14號線。坪山廣場呢度啊，係直情配置咗7個出入口嘅。咁所以你一個大型嘅商業綜合體咧，你配備咗呢啲咁多嘅出入口地鐵輸送周邊嘅人群咧，係一個好至關重要嘅因素。咁另外再深挖一啲裏邊嘅因素，就係點解佢會喺呢個時候又不停咁加速去興建咧？就係嚟緊27年到28年咧，亦都係坪山一個大型交通基建發展得好迅速嘅年份。因為明後年咧就會有深大城際、深惠城際、深汕高鐵呢啲大型嘅交通樞紐線路咧就會開通㗎啦。咁2年之後，當佢又起好呢個商業體啦，又
可以配合到屏山呢邊嘅一啲大型配套交通，因為係可以將一啲市區嘅人過到嚟東邊，或者東邊人去返市區呢啲大型嘅基建咧，其實係令到人口係有流動嘅。山同埋南約啊、寶龍呢啲片區咧，係缺少一啲好標誌性嘅大型綜合體，咁所以話，如果呢度屏山真係可以起到一個屏山萬象，咁標誌性、標杆性嘅商業體咧，我相信會帶動晒成個片區嘅一啲經濟，係啦。咁啊，當然亦都會可能對周邊嘅房價有一定嘅穩定啦。先唔好講話係咪會令到啲樓價又可以再上漲啦，但係我會覺得係對呢個片區屏山片區嚟講咧，係一個好強嘅強心針嚟嘅，係啦。咁啊，今日咧就過到嚟咧，睇到呢個地塊咧如火如荼咧，咁我都其實都幾期待嘅。即係我唔知鏡頭前嘅觀眾朋友們咧，就期唔期待呢個商業體嘅開業啦？咁啊，如果大家有睇法嘅話咧，都歡迎喺我哋嘅評論區裏邊去留言嘅。係啊，咁啊呢個時間裏邊咧，今日咧就分享住咁多先。好啦，今期嘅節目咧就到呢度為止，下期節目再見啦。我係屏山業主 Eric，拜拜。